唔少香港人置業安居嘅東莞喺暑假期間成為咗拐子黨肆虐嘅黑點，好多中港家庭都人心惶惶。東莞大朗鎮公安分局近日就公布，單係喺今個月頭23日之內就已經接獲49宗兒童被拐帶或者失蹤嘅個案，即係平均一日2宗兒童失蹤嘅報告，較上個月急升超過10宗。雖然大部分失蹤嘅學童最終都揾返，但係就仍令到好多中港家庭人心惶惶。居住喺大朗鎮嘅港人內地妻子蕭女士就直言對事件感到非常之擔憂。佢話呢2年嚟佢出街一定會孭住個仔，唔敢離開半步。大朗鎮公安部門就表示已經啟動協助尋找失蹤兒童嘅機制，凡係14歲以下嘅兒童失蹤24個鐘頭之內報警，警方就會立即協助尋找失蹤者。警方又指暑假係兒童走失同被拐嘅高峰期，提醒家長要嚴加看管仔女，唔好俾佢哋離開視線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